按照我呢3年喺香港嘅發展，每日都接觸好多唔同嘅服務業，我認為而家香港嘅服務業係有進步，特別佢哋嘅意識形態都係有改變，多咗人出嚟做推廣。你而家會去睇到餐廳或者係服務業消費嘅人次係多咗，香港嘅美容院佢嘅技術、佢嘅機器同內地有唔同啦。其實有好多內地人咧都願意過嚟呢邊消費嘅，只係佢哋唔知去邊度消費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出嚟去介紹呢間美容院，係好容易吸引到內地嘅朋友咧過嚟呢邊做消費。我哋每日過關都會見到越嚟越多嘅內地人都會過嚟香港玩啦。咁佢點樣可以去揾到去邊度消費咧？大部分人都係通過呢個社交媒體，即係小紅書啦、影音號啦、抖音啦。所以我哋一定要去做線上嘅推廣，就係幫大家去打破呢一個信息差，等大家去知道香港各行各業係點樣嘅情況。所以我哋香港嘅老闆，你唔好灰心，只要你努力加油，揾對方法，一定係有得做嘅。幫我點個關注啦，你就係自己人啦。後面仲有更多嘅獨家資訊分享俾你哋。